互相意爱的人希望共同来组织幸福的家庭，但是同志伴侣也是面临一寡难题，也是无法度享有平等的待遇。因为即摆的法律，这个跨国的同性伴侣也是无法度来结婚，这个同性伴侣嘛无法度有完整的侵权。因为目前的法定，敢若开放同性伴侣会当来收养着对方有血缘关系亲生子女，但是并无开放两个人会当共同来收养无血缘关系囡仔，而且嘛无法度伫台湾做人工的生囝，种种的限制，互同性伴侣要有一个囡仔是非常的困难。同性婚姻合法满1周年，咱继续来了解同志家庭的幸福甲难题。温暖天气，各有日头，公园内面有一个查某囡仔伫旋转的牵手顶面，耍甲真欢喜。妈咪，你离开了。你以为你撞得到我吗？妈妈，我很怕。伊叫做苗苗，今年7岁，伫边仔头毛到肩胛头穿朴实外套，这个是因老母，叫吴少乔；穿蓝色的衫，这个是因妈妈，叫邱明娣。因一家伙3人是同志家庭。你妈妈看前顾后，一捆仔做年母，一捆仔搁陪伊耍，每分每秒拢是以苗苗为主。会痛吗？38岁少乔甲36岁明娣，就敢若一般的妈妈同款，对人就会讲一寡妈妈经，伊嘛甲其他阿嬷同款，伫幼囡仔这条路同心协力、分工合作。有时候会有怨怼啊，我就觉得你为什么都不起来？你不懂，那个早上又要做早餐，又要送小孩，然后还要被小孩碎碎念，你干嘛叫我？我要去跳，我去不来那种心情。那你也不懂叮咚课的辛苦啊？叮咚是什么？叮功课的辛苦。吵吵闹闹，互相吐槽，这是少乔甲明娣的日常生活。个性互补，因是大学的学者甲学妹，2019年5月24，同婚专发一个旧路，实在将近20年的2个人都带查某囝赶紧去户政事务所登记，为上这一切依然无啥尽心。总算熬到这一天，我们终于可以活着看到这一刻。以前真的会觉得可能没希望了吧？那你要不要比他切得更薄看看？我吗？切到手。这个真的是这样。伫厝内3人做入灶骹做饲猫，因拢是猫奴。小小的室内空间，就领养5只猫咪。书房的壁顶有3人5鸟相片，规家伙生活点点滴滴拢看得到。好，谢谢。你怎么那么大一杯啊？谢谢你哦，亲我一下，可以吗？爱你。苗苗谁比较爱生气，谁比较爱念你？还是2个人都很爱你？刚才就在念。对啊，一直念。对啊。我还是会继续念你，你并不会。MC 来，你不要那个哦。那跟 MC 无关。不是他脾气会变差，所以你要更小心。你要手办好哦。本来伫边仔无啥讲话苗苗，雄雄想到带阮参观伊的房间，阮介绍伊上喜意的牵手甲背壁。不过早些伊真早就发现讲，伊的家庭甲别人无共款。有啊，很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1岁，1岁半，1岁8个月吧。然后他有小玩伴一起长大，他就问说，为什么他的好朋友有爸爸妈妈，然后他只有妈咪妈妈？然后他就问他，其实他也没有想很多，他就是这样问。然后我就说，因为一个家有2个家长啊，然后丽姐有爸爸有妈妈，然后你有妈咪跟妈妈，然后他就就懂了。苗苗是少乔用真看你的2甲丹麦关键这的情主，有心生来透情啊。因为伫有心3、7礼拜时，苗苗就提早报道，少乔因为7岁伤济，人全都昏迷不醒。苗苗只是因为肺部还未完全发育，喘气有困难，需要紧急的开刀。因为当时同婚法还未实施，无人法度替苗苗签手术的同意书。那时候的医护人员就不让他签，他就是哭着跟他讲说什么我是孩子的另一个妈妈，请让他签，然后还是不肯。那其实就是现在是这样讲的蛮淡定，我每次看那个照片，我都自己哭得稀里哗啦。多出时苗苗小小的身躯就动2摆手术，等到苗苗也要讲话时，就捌有一句话，何少乔听到了后，目屎挡袂掉。他知道他自己这2个洞，就是因为妈妈没有办法保护他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最好的照顾，所以他才会要开2次刀。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为什么要让孩子去了解这个现实的不公平。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说
同婚的目的是什么？其实我们很单纯，但是这只是为了要保护家人。苗苗散会时，邵乔因为某种原因，甲经判离分开。2015年，甲民地再续前缘，峰回路转，因为爱因总算变成一家伙啊。当年遭遇家暴的邵乔嘛，因为苗苗出事，弥补伊性命缺陷。我会觉得有小孩就是一个你全心全意去爱他，你不会希望他有同等回报。可是我今天对他好，我会希望他可以回报我。比如说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帮他做了一些什么啦。你要记得我生日是什么时候？这样好恐怖啊！对，就是要有对等关系。没错。苗苗用缤纷的色彩一笔一笔画出两个老母的家庭样貌。因为伫个同婚专法下，那囡仔是其中一个血亲，另外一个只能用继亲收养方式，成为囡仔法律上的养爸母。真正民地的收养权和法院来驳回，理由是婚姻关系也未超过2年。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抗告了。对，他是就是我的申请是被驳回的。对他，因为他觉得我们婚龄太短，所以需要就是更长远。他是说这2年就是关系会更稳定，他觉得有这2年时间。他可能就是比较制式化，用结婚来做判断，会很让人困惑，是因为同志就是只能在去年524结婚啊，我们婚龄就这么短，就这样。对，所以有没有一个比较变通的方式？比如说用交往年限，比如说有些同志伴侣可能过去在美国或是其他国家已经有登记，甚至有些同志伴侣可能在很早以前就公开宴客过。嗨，你好，我是Sunny。Hello，是我太太芬芬。嗨，芬芬，跟我女儿乐乐。嗨，乐乐 ，Hello。跟叔叔 say hi。加入另外一对同志伴侣林伟玲甲邝玉芬的厝，变甲真清气、真快、真温暖。15月大的乐乐，面也是圆滚滚，看起来真高水。好累。OK 吗 ？OK 吗？嗨。去抓人就喏喏。就算千份人来，乐乐拢唔惊，若对镜头一拍招呼，过人大人。真活泼的乐乐，精神有够好，连咪骑车，连咪伫碰椅顶面去爬，秘书是充满100%的电力。大人会吵架拢无力，看到宝贝查某囝伟玲甲玉芬的眼也是充满母爱，乐乐的表情牵动伊的心。乐乐有意大利甲法国血统，是威廉甲玉芬到东南亚做气功疗程，辛苦得来心肝宝贝。只是互人比较较想袂到的是，处男甲有心的拢是外表比较较忠诚的威廉。因为我们在去做这个试管婴儿之前，我们有先去做过身体健康的评估，然后评估下来就是他真的比较适合。对，然后在我怀孕的。我还没讲到我怀孕的那个状态，我一走出去，我觉得可能他会觉得我很乐观了。我走出去，我觉得说大家看我的眼神，我觉得说是让我骄傲的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怀这个孕，感觉好像我很厉害，很有成就感，又更骄傲了的那种感觉。经过怀胎9个月，2019年6月，威玲生这个乐乐，为了规工陪伴这个宝贝查某囝，威玲申请育婴留停。玉芬更加是将头颅撕掉，2位菜椒老母有辱万事中，和乐乐加倍母爱。其实我们对，就跟一般家庭没什么两样。其实从小就要训练有志气，敢去跟人家说，我就是2个妈妈。所以他虽然他婴儿他听不懂，但我们的想法就是，只要人家一问，我们不会去避讳，让他从小到大就这样看着我们。对，就是2个妈妈，就是这么正常。采访到一半，乐乐想要困啊，囡仔诞生后2人经到目标，感情嘛更较稳定。也无讲到同婚专法伫侵权上的无公平，因有缘有遗憾。大家都是一样的人，大家都在缴一样的税金，对不对？凭什么以前我们不能结婚？那现在过了，当然是，但还是很多是以专法的，不是以原本我们想要直接以民法的角度来成立这件事，但。以专法，当然我们没有说我们是反对，但专法还需要修订的部分还是很多，还是非常多的部分。
对了，继亲收养权有层层的关卡，同婚专法甚至无予同志的配偶共同收养无血缘子女的权利，也就是同志的族群一旦结婚，就无法收养囡仔。专法虽然予同志的族群结婚权，也过亲权却是甲异性的翁某有真大的差别。要安怎按照宪法保障人人性质平等、免除差别的待遇，变成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甲彩虹平权大平台，继续争取目标。这个孩子可能从怀胎10个月，甚至是远赴海外做人工生殖到养育的过程，其实都是这2位家长在跟孩子相处，但是实质上却只有一方是生父母，那另外一方却只能够是养父母。那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还是必须要透过社工评估啊、司法事务官的认可之后才能够成立。那这个评估过程当然就会发生一些比较遗憾或是比较困难的部分。在婚姻甲经营家庭的道路上，敢有法度同甘共苦、白头偕老？同志伴侣袂输一般的翁某，会经过真侪艰酸苦涩、挑战甲难关。侵权的难题是一条未完成之路。同志族群依愿伫打拼，因希望有朝一日在养儿育女上，会得到甲所有配偶同款、无歧视、无差别的真正的平权。